喂，你遲到半個鐘啦，還蹲咗路中間，好擋路啊！怕什麼？我有的是錢，大不了把這條路買下來。陳小明，今天兄弟我請客，隨便點。大佬醒少少啦，香港人好憎人叫全名嘅，仲有米數拍膊頭，拍膊頭散財啊！散就散，我最不缺的就是財。老闆，點菜。一共128，親兄弟明算賬，一人64。幹嘛呢？幹嘛呢？看不起兄弟是吧？我全包了。你們香港人辦事就是不痛快。兄弟，一個月賺多少？結婚未？關你柒事咩？都唔知你落嚟做咩卵嘢？呸！這麼見外幹嘛？對了，今晚我去你家住一宿，順便應個門。停！邊撚個俾你到我屋企㗎？你有錢，撚去住酒店啦！ Kelvin, tonight? 返去先，不速之客喺度，返去打俾你。哎呦，嫂子真漂亮！不要亂叫，滾啦！仔談戀愛啊？關你黏事咩？臭土豪！你個渣男！唉 ，respect， 這就是香港的交友浪漫。香港社交比 A 股還難懂。你條土豪識條鐵咩？唉，64蚊，人民幣運率92，扣掉手續費。快點算啦，我下一個 date 要遲到啦！